好，去到第10題啦。咁呢題就一題好標準嘅一啲不等式啦，要將佢連埋佢咁樣樣嚇。咁呢題就一定要識喎，因為佢 Paper 2有考啦，其實 Paper 1都會考嘅，咁所以咧就必須要識得點樣去到做。好啦，咁我哋做咗左邊呢一個先，一減 x 調個2過去乘啦。嗱，記住做不等式咧，其實最主要就係有冇牽涉乘除一個負數啊。如果乘除負數咧，呢個 sign 咧就要調轉佢嘅，咁而家我將個2調過去成正數嚟嘅，咁所以大個都仲係大個啦。好啦，跟住啦，去到下一步，嗱咁呢個 x 咧係負嘅喎，咁我哋有兩個方法處理嘅。如果唔中意做負數嘅咧，其實可以調去右邊變正嘅，將減調過去變加。咁所以呢個1調翻個8過去減咧，其實就係7嚟嘅，負7嚟嘅呢個就係啦。咁最後就調轉翻抄，咁所以 x 咧就係細過等於負7，呢個就係左邊啦。好啦，右邊同樣啦。5x 調個7過去先，負10嚟嘅。跟住啦，調個5過去。嗱，其實我有考慮到嘅喎，將5調過去除咧，我就要諗嘅，究竟使唔使轉呢個 sign 咧？嗱，5係正數啊嘛，咁所以就唔使轉嘅，照舊都係細個。咁所以咧，負10除5就係負2嚟嘅。好啦，咁我哋而家揸住兩個不等式，嗱，我哋要結合咗佢啊。個做法就係咧，我哋會畫一條數線嘅，喺數線嗰度做結合。好啦，第一個負7細啲嘅，咁佢就係咧。實心啦，因為包等號細個喎，就叫左邊。嗱，第二個咧負2就大啲嘅，所以就畫喺數線嘅右邊啦。跟住啦，細個等於同樣啦，畫一個波板糖咁插喺度啦，高啲嘅呢一個。嗱，因為佢係細個咧，咁就係攞呢一邊，都係要左邊。嗱，而家就畫咗兩條咁樣嘅數線擺埋喺度啦。嗱，我哋最後點樣結合佢咧？個做法其實就係嗱，第一個咁樣嘅波板糖集落去咧。其實就係將個數線斬開咗兩橛啦。嗱，呢度又斬咗一刀喎，咁所以呢個數線咧，其實斬開咗3個部分嘅。第一個部分、第二個部分、第三個部分。嗱，有同學比較混亂就係嗰個 and 同 or 咧就搞得唔係好清楚啊。嗱，其實就咁樣樣嘅，呢個係 or 啦，即係畫啦。or 嘅意思就係咧個要求就低啲嘅，只要有其中一條線佢係牽涉在內咧，我哋就會要嗰個區域噶啦。咁所以第一個區域咧，其實佢有兩條線喺度噶嘛，所以呢個區域係要嘅。第二個區域呢度有一條線喺度嘅，因為佢係我話咧個要求就低啲嘅，即係是但一個都得啊嘛。咁所以有一條都得，所以呢個區域都要嘅。而第三個區域冇線喺度，所以呢個就唔要啦。咁所以結論就係咧，其實我哋係要第一個區域，要第二個區域。咁所以最終答案咧，其實就係要負2嘅左邊。咁所以咧，其實最終答案咧就係 x 細過等於負2，亦即是話答案咧其實就係 boy 啦。嗱，咁我都順便講埋啦。如果呢題 and 係及咁點樣樣咧？如果係及嘅話，就咁樣去理解啦。及嘅要求就高啲嘅，就係咧要同時間存在，佢先至要噶嘛。如果呢個係及，咁所以啦，我哋又再考慮下先。嗱，第一個區域有兩條線，同時間先要啊嘛。咁所以呢個係要嘅第一個區域。而第二個區域就係咧，其實佢得一條線噶嘛。咁即係話，如果我要同時間兩個都存在先要咧，其實呢個就唔要得啦。中間呢一個。咁第三個冇線當然都唔要啦。咁所以如果呢一題係 and 係及嘅話咧，其實我就只可以要第一個區域。咁所以咧答案就 x 細過等於負7啦。如果呢個係及嘅話。